主后2025年8月初3，每日圣安宫读经。那必城的大屠杀，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《撒母耳记上卷》22章第19、23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《撒母耳记上卷》第22章。大卫离开迦得，走到阿杜兰洞，伊的兄弟甲伊的老爸全家听到，就拢落去伊遐。所有受压迫的、欠债、心不满的，拢聚集来伊遐。大卫就做因的头，去挖伊的约有400人。大卫对遐去摩押的米斯巴，对摩押王讲：求你允准我的爸母来踮恁遮，听候我知上帝安怎甲我安排。大卫带因到摩押王遐，大卫住伫要塞迄段时间，伊的爸母拢住伫摩押王遐。后来，先知加特甲大卫讲，毋通搁住伫要塞，着去犹大地区。大卫就离开去哈列的树林。有一日，扫罗伫基比亚的拉玛，坐伫柳树骹，手捻举枪，正是话徛伫伊周围。迄时，扫罗听到有人知影大卫甲缀伊的人伫倒位，就甲伊的侍卫讲：便雅悯人啊，听咧，恁想讲亚西的囝为互恁逐个人田甲葡萄园喔？会派恁做官长指挥1000个，还是100个兵喔？恁竟然强无要背叛我！我家己的囝甲亚西的囝结盟，恁无人甲我报告，恁中间无人关心我。今仔日我的囝使用我的部下，长等要害我，恁拢无报我知。迄时，以东人多益徛伫扫罗侍卫的中间，甲伊讲：我有看到亚西的囝去拿伯到阿希督的囝阿希米勒遐。阿希米勒替大卫问上主，搁互伊食物，嘛举费斯人歌利亚的刀互伊。王就派人调阿希督的囝祭司阿希米勒，搁调因老爸全家，就是踮伫拿伯遐的祭司来，因就拢来王遐。扫罗讲：阿希督的囝，听咧！伊应讲：我的主啊，我伫遮。扫罗甲伊讲：你是安怎甲亚西的囝强无背叛我，互伊饼甲刀，搁替伊求问上帝，直到伊今仔日长等要害我？阿希米勒应王讲：你的侍卫啥人会比大卫较尽忠？伊是王的囝婿，阁是你的侍卫长，伫宫廷受敬重。我兼今仔日才替伊求问上帝，绝对毋是。请王毋通甲罪归伫你的仆人，甲我的老爸全家，因为陪伴王遮个代志，无论大细项，你的仆人拢毋知。王讲：阿希米勒，你甲你的老爸全家拢着死。王就命令左右的侍卫讲：恁去，甲上主的祭司拢杀死，因为因我大卫因知大卫逃走，阁无报我知。毋过王的侍卫毋肯下手杀上主的祭司。王甲多益讲：你去杀遐个祭司。以东人多益就去杀祭司。迄日杀死85个穿幼麻布有德的人。伊阁用刀杀祭司的城，拿伯城内的人，无论男女、囡仔，食恁的婴仔、甲牛、驴、羊，拢杀死。阿希督的囝阿希米勒有一个囝叫做阿比亚他，逃走去大卫遐。
阿比亚他将扫罗杀死上主的祭司的代志，甲大卫讲。大卫甲阿比亚他讲：迄日我看到异动人都约伫遐，就知一定会甲扫罗报告。你的老爸全家失了性命，拢是因为我的缘故。你来甲我住，毋免惊，因为想要害你性命的，嘛要害我。来甲我住，你就安全。那必城的大屠杀，出身散车农家的朱元璋，细汉的时捌替地主饲牛，怀抱大饥荒的时，亲人三煞去世，伊只好入去方角寺做行动。可惜才入寺50天，寺庙就因为饥荒，年奉米仓，遣散种生徒。朱元璋不得不四界流浪化缘。后来，伊投靠贵子兴参加红巾军，击败元朝诸侯军阀，了后继续北伐，推翻元朝，建立大明王朝，成做中国历史上出名的草根皇帝。起初才做皇帝的朱元璋，为减轻农民负担，恢复社会经济，停止贪官污吏，称为洪武之治。总是洪武10年左右，朱元璋性情大变，规日疑神疑鬼，这一变假借谋反的罪名斩杀功臣。上出名的就是发动乌威王案和拿玉案，斩杀因的亲族数万人。伫刑罚上，伊采取残酷至极的方式，剥人皮、制骨，也是制作人皮稻草人。菜店衙门口警戒贪官，搁用千刀万剐的凌厉方式处死人。历史对朱元璋的治国褒贬不一，但是伊大屠杀的行为已经予伊对明君转变是暴君。扫罗和朱元璋真类似，起初做王的时真谦卑，事事听等先知撒母耳的话。后来大卫打败歌利亚，备受高赏。扫罗从此满怀妒忌。后来扫罗有严重的被害妄想症，掠做大卫要篡夺王位，就一路甲伊追杀。为了逃避扫罗的追杀，大卫四界藏匿。当大卫秘点亚杜兰洞期间，先知加德来见伊，要伊赶紧去犹大。大卫就动身前往哈列的树林。大卫伫哈列树林的时，扫罗伫基比亚。有一日，扫罗手呢举枪坐踮柳树骹，有人甲大卫和手的装备的所在甲扫罗讲，扫罗就对身边的神仆讲一寡威胁利诱的话。伊毋知影这话其实凸显伊已经众叛亲离。当异动人逃狱向扫罗告密讲，伊捌伫祭司大的拿必城看见祭司亚希米勒为大卫求问上主，要甲食物和非利士人歌利亚的迄支刀交互大卫。这段话亲像火上加油，激怒扫罗，伊愤而派人甲祭司亚希米勒和所有住踮拿必城做祭司的亲属拢调来。扫罗倒分质问亚希米勒为甚物帮赞大卫，就算亚希米勒证明事实的经过，解说大卫的忠心，
说罗毋听解说，反倒命令伫边仔的侍卫杀死上主的祭司，但是明眼的侍卫实在毋敢下手，干那以当人得益，心怀动手杀害祭司。说罗借着得益的手，伫那必城进行大屠杀，毋单单杀死85个祭司，连同带点那必城的所有无辜居民，毋管是查甫也是妇女，婴仔也是幼童，牛、羊、驴，拢总杀。说罗的妒愤心思，甲自愿中极为相似。人一旦心起妒念，为权力仕途，就丧失人性，成做极无道德的人。默想，妒忌是人心败坏的开始。我的心中是毋是存在着妒忌？恳求上主除去妒忌的心。妒忌是人心败坏的开始。我的心中是毋是存在着妒忌？恳求上主除去妒忌的心。咱来祈祷，亲爱的天父，求你监察我的心思意念。若我内心有甚物诡诈念头，求你去除净尽。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